做平安。咱来趁着今仔日的圣诗，圣诗第18首，我心学乐上帝。圣诗第18首，我心学乐上帝，自然永活的地，天地万有三角音声，学乐以大尊名。来，咱三个做伙来念哦。我心我乐上帝，自然永活的地，天地万有三角音声，学乐以大尊名，就把藏在水中。大声哦，圣诗18首，我心学乐上帝，大家出声来做伙念。第一节，咱搁来一届。来，我心学乐上帝，自然永活的地，天地万有三角音声，学乐。圣诗132首，耶稣听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咱三个做念，耶稣听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然。第一站，等一下吼，咱看第一站。迄落伊啊叫做，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随软正，耶稣会听小命命。
吼，才甲伊个旧个姓氏无相共吼，咱才较注意，咱甲第一再搁一届。来，要所跳啊，我在边，因为记在你心间，细汉你那水能食，要所为听小命命，主耶稣跳啊，主耶稣跳啊，主耶稣跳啊，有记在第二站。耶稣跳啊，伊有心，有将天门开到你，我的罪过伊洗净，予伊洗行入内里。主耶稣跳啊，主耶稣跳啊，主耶稣跳啊，有记在第三站来。耶稣跳啊，三道行，你我心里面行行，我若听伊到路尾，伊要带我去伫咧。主耶稣跳啊，主耶稣跳啊，主耶稣跳啊，有记在你圣经。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咱开始今仔个礼拜。主要说，我感谢你，伫这炎热的天气，你予阮的心由阮靠无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主，阮知伫这混乱的世代，阮的心无平安。主，求你保守阮每一个人，无论伫身体、伫心灵，无论伫身躯有病痛，主，阮拢恳求你，会当保守阮的心，会当平静，会当安稳。主，阮知，因为伫你的实力，阮毋免惊。你要保守阮伫即个细细台湾的土地，会当有平安，会当照常过日子，无惊吓。当阮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愿你的话进入伫阮的心中，来启示阮，赐予阮一切的智慧。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照样。
求就互恁，吹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囝仔求的得着，吹的拄着，拍门的就甲伊开。请大家起立，咱即马来吟圣诗18首，我心俄勒上帝。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里亲像在天里。阮的日死，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触阮你伫试，着叫阮脱离去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持。阿门。所写信用告白，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
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米纳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面，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众体高活，永远活命。大家请坐。煞接要来启应，请大家翻开圣诗后面启应第37篇。第37篇。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喙若讲正直，毋通心争歹人，将来一定有毋忘。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趁生你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袂大快乐。着互你的爸母欢喜。上后大家三角来读。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咱三角仰头来祈祷。阮伫天lieu的阿爸爸上帝，多谢你伫礼拜日的早时，互大家三角搁一摆组织到你的殿圣殿，然后咱咧伫遮会当三角来敬拜你、学乐你。我求你帮助帮助阮每一个人，阮有时仔有软弱，有时仔嘛就会受到边仔的人的影响，但是帮助阮会当真正是活出无共款的生命来，活出因为你的疼伫咱的身躯顶显出来、显明出来，互阮会当活出一个好的见证，互即个世界有较侪的爱。求你嘛帮助阮伫逐个人伫厝里嘛会当伫家庭里。伫家庭内底，嘛会当三角三听，用上帝教示教示咱的关圣经，啊，遮的道理，嘛会当伫阮的生活中会当活出来。我嘛特别为着教会内底调甲即事身躯的恢复来祈祷，求你特别来医治，搁有足侪身躯无方便的兄弟姊妹，嘛求上帝特别来医治。愿你的听，你的教示会当伫帮助阮，会当有一个较无共款的生命，嘛会当帮助即个世界，帮助台湾会当较好的发展，有平安伫即个世界。多谢上帝，甲阮的祈祷是奉主的名来求，阿免。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即摆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13节。有人带细囝就问耶稣，要互伊蒙医，学生即鼻音。
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嘛行出来的人。好，算上是讲道的时间，然后请张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带囡仔来见耶稣。咱搁再一遍三角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赐予阮遐好诶天气，互阮伫礼拜日诶清早起一齐伫你诶圣殿恭敬来敬拜你。每一次敬拜，阮拢对天顶来领受主你诶恩典甲主爱。特别伫今仔日嘛是阮庆祝父亲节诶礼拜，主阮恳求你，搁再用你诶话语来指示阮每一个做父母诶，阮若做无够个诶所在，主你来赐阮智慧，互阮知要安怎用你诶话语来教养阮诶囝儿，来引带阮诶囝儿。主阮将下面诶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诶手，求你诶圣神引带带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特别伫即个拜六，是咱的爸爸父亲节，伫遮先预祝咱每一个做老爸父亲节快乐健康。愿上帝的恩典甲喜乐，每一天充满伫咱每一个做老爸的心上。咱今仔日要来看即段经文咱要来看咱来带咱的囡仔来见主耶稣。有一天有一对双生因姊妹放学转去的时阵足欢喜的、足兴奋的，甲伊的老爸讲：爸爸，今仔日阮全班爱选一个最帅的爸爸。结果恭喜你当选。哇！这个爸爸听足欢喜的。伊讲恁班的人拢毋捌我才会当选呢伊讲双生的姊妹就讲，阮每一个同学拢投因爸爸一票，因为我有2票，所以你就当选。所以兄弟姊妹，确实，咱每一个做囝儿的，咱心目中拢有一个最帅的爸爸，对无？不过，咱今日要思考的是，这个帅爸爸要安怎甲咱最帅的一面，咱的性情内底，咱的品格内底上好的一面来传承予咱的囝儿呢？咱华人的父母拢毋茫甲上好的物件用留予咱的囝儿。不过，咱的思考是，咱迄个上好的物件内底有包括咱的信仰无？咱常常听讲，有一寡父母会甲伊的财产会甲伊的厝，会甲伊的事业留予伊的后一代。咱嘛听过讲，做官毋茫讲伊搁伫咧在任的时阵，因甲伊的权力来传予伊的下一代。包括真侪伫演艺界、演艺圈的人嘛是共款。所以咱能看到，咱常常伫社会会听到一寡专有名词。叫什么？富二代、官二代新二代有无？所以遮的第2代拢毋茫，就是因的父母毋茫讲甲上好的传予伊。我定咧想，基督徒的第2代会是啥物款的？但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囝儿，拢用对父母遐得到真宝贵属灵的信仰的资产，我相信。检查因毋是足好个，伫财会面顶毋是足好个，毋过因一定是一个互上帝祝福的一个后代，是一个敬虔的后代。问题，咱要安怎来祝福、来传承咱的信仰？今仔日的经文来提供咱一个真好的一个方法。马可福音第10章13节，我真爱即节的经文。伊讲啥？有人带细囝就问耶稣，要互伊蒙恩啦。即短几句话，就讲出上帝对咱每一个做父母的心意啊。所以对即节的经文，我感觉至少有3点，咱用来做，就是第一个，咱来带领咱的囝儿。第2个，咱带咱的囝儿要创啥？
来见耶稣。来见耶稣，毋是来教会聚会尔，是因的性命真诶爱互主耶稣来蒙着。所以一个真正互主耶稣来蒙着的一个性命，才会用改变，才会用诚做门徒来跟对耶稣。所以咱今日要对这3点来思考。第一个，带领咱的囝子。一开始就讲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所以即句话互咱想到，到底啥物人来带领？像咱圣经来讲做父母的来带领，伊讲有人来带领，有人是一个对咱真好的提醒。有人就是讲咱是每一个做父母的，愿意搁再一遍伫上帝的面前来立志。来诚做带领咱囝儿的通，咱知，我常常拄着做哩学学生，你若当无来，伊讲父母都有代志，伊无来，所以呢，因就无法度来。所以咱知，细囝要来就近耶稣基督，绝对是父母占真重要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兄弟，有一天，互伊心情作歹，伊就去找牧师来诉苦啦。伊讲我囡仔已经阮囝已经到17、18岁，是一个青少年咱知17、18岁问题足多啦所以伊定定伫外口甲伊的同学过混，伊也毋讲足晏才转来，安怎讲嘛讲袂听，所以伊非常的烦恼啦。毋过，互伊上困扰的，毋是因，佫毋是即个问题，伊上困扰的是啥物问题？就是因囝的朋友的父母。这个父母定定敲电话互伊，互即个兄弟讲你着爱好好管教恁囝啦，叫恁囝莫阁来接近阮的囡仔啦，免得我的囡仔互恁囝来教歹。所以即个兄弟听了足生气的，伊讲你有讲毋对无？我的囡仔甲你的囡仔带歹，你借问者，我的囡仔啥物人带歹？所以呢，伊佫讲，若是恁感觉我是一个失败的父母，我是一个袂晓教囝的父母。毋过我阁有本事叫我的囝莫接近恁囝，安尼恁足够教，恁足成功的遮个父母，你搭我直接囝，你直接甲恁囝讲莫来甲恁囝做伙就好，对无？所以呢，伫即个故事点出一个问题，即个问题嘛是咱今仔日足侪人的问题。今仔日当人来问讲，啥物人来带领咱的囝儿的时阵，咱会想着讲开始老爸杀个老母，老母杀个老爸，父母杀个老师，无他怪时阵杀个囝儿的杀个囝朋友的父母，咱杀来杀去，圣经讲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即个有人伫遮咱搁爱一遍来注重，都是父母本身啦。毋通读做讲有人带就好补习班老师带就好有妈妈带就好老爸就免带伫遮咱会知做父母的，特别是爸爸，咱爱搁负起搁较大的责任，毋通甲即个带领囡仔即个责任，拢撒互咱的老母。咱毋通忽略，咱每一个父母甲咱的囝儿相处的时间是上。咱对咱囝儿的影响嘛是上深的，带领囡仔是咱每一个做父母的一个真袂使推卸的一个责任。搁来，啥物时阵来带领？经文甲咱讲，有人带囡仔囡仔，所以对细汉都爱带领啦。但是囡仔的时阵，毋是等伊长大的时阵才来带领。带领即个囡仔来见耶稣上好的时阵，就是啥？就是小时候伊阁会听你的话的时阵，就爱甲带习惯啦。你带会叮当的时阵，你就爱来带伊啦。真侪时阵，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讲伊个囡仔阁细汉，对即个信仰的代志，伊毋捌啦。功课较重要，学业较重要，遐属灵生命的教育嘛。即个宗教的教育，等伊后摆大汉，伊就会知啦，伊就会
咱就慢慢啊等。结果一年等过一年，等到一个地步，等到啥物地步？咱的囡仔已经毋肯听咱的话啦。所以真济咱做父母有一个遗憾，就是安那。伊讲莫讲即阵啊，莫讲我家囡仔带来教会啦。有当时我要带咱的囝儿安那去食饭，带伊去买物件，那逛百货公司，伊拢毋肯甲咱去啦。所以等伊大汉的时阵，安那伊就已经毋听咱的话啊。所以有当时咱做父母真无奈，真无奈。所以呢，伊无奈是啥？我们已经错过那个最好的时机。迄个时机是啥物时阵？就是顶届伊个细汉的时阵。毋过每一个父母，咱爱会记哩，咱的上帝是互人有五望的上帝。念咪我会搁讲我的故事吼。所以毋通遐尼消极，咱必须面对即个事实。过去都已经过去啊，咱爱好好抓牢现在。咱现在好好带领咱的囡仔，所以上好的时机是啥物时阵？都是现在。再来，咱要安怎来带领？咱对雅各的成就，咱来学习，咱拢知雅各的个性，检查伊毋是一个品格真完真水的一个人，毋过伊是一个真好的老爸。伊足顾家啦，伊疼伊的囡仔，并且伊对伊的囡仔拢有真深的一个影响力。伫创世纪35章第1节到第6节即段经文内底咱能看到，即个雅各是怎样来带领伊的遮的囡仔。第1节甲咱讲啥？上帝对雅各讲：起来上伯特利，住伫遐，伫遮来起一座坛，互上帝。第2节雅各就对伊厝里的人讲，并且甲伊所有甲伊撒迦地地人讲，咱爱起来上伯特利。所以伫即2节的经文内底，咱能看到一个足关键的即个动词，就是啥？讲。上帝讲，雅各嘛讲。上帝对雅各讲，雅各马上对伊厝里的人讲，对伊的囝儿讲。上帝安怎甲雅各讲，雅各就一字不漏甲伊的遮的家庭的人讲。所以雅各安怎来带领伊的囝儿，就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带领。用今仔日的话来讲，就是用圣经、用真理来带领伊的囝儿。雅各毋但是安尼尔，咱若阁继续看伫第5节内底，咱会看到伊毋是甲言教，就是用讲的尔，伊阁用身教。第5节甲咱讲，因着安那去行雅各甲伊一齐甲伊撒迦地地人去甲迦南地，咱看到雅各伊带领伊一个啥？因厝里的人同齐甲应允的所在，就是罗斯嘛，叫做伯特利。伫咱遮看，雅各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所以我讲雅各毋是甲言教尔，伊搁较用伊的身教来带领伊的家庭。所以今日照着雅各的即个带领的即个方式，咱来思考的是啥？咱的生命，咱每一个做父母的生命内底，咱有啥物款的即个榜样，啥物款的见证，互咱的囝儿能看到，互伊愿意来跟对。有当时咱毋是安尼讲一直念尔，咱爱安那以身作则。有当时咱甲咱囝儿讲，你爱亲近上帝啊。毋过咱做父母的，咱无好好读圣经，咱无好好祈祷，咱无一个好的即个典范互咱的囝儿看。咱甲咱的囝儿讲，你毋通讲袂出，毋过咱家己看咱家己，是毋是咱对凡事拢是安那足诚实的？咱甲咱的囝儿讲，你爱感恩，你爱感谢上帝。毋过咱看到咱定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咱咧讲话，咱一直怨叹，一直埋怨，所以。有当时咱来思考，咱来带领咱的囝儿，咱是毋是参像雅各共款，甲因带入去即个应允的所在？咱是毋是甲咱的囝儿
带入去迄个生命树的内底，迄个生命的树内底，也是咱逐工咧饲伊善乐树的果子。所以这是咱爱思考的。咱做一个父母，咱是毋是有做一个好的模范来互咱的囝儿看？有当时特别即个阮查囝正开始咧读册的时阵，我咱咧想，咱常常教咱的囡仔安尼再进再出，学东学西。我定定咧想讲，我敢是咧带领我的囡仔，还是我咧互我的囡仔带领我？有当时时间叫白条咧，学这学迄，所以呢，咱有当时我咧思考。学遐济物件，我是毋是有甲我的查囝带入去迄个迦南地？当我咧读即段经文的时阵，读雅各的故事的时阵，前面咱甲我的查囝，甲咱的囝儿，带领因去迦南，也是咱甲咱的囝儿送转去埃及地。埃及是啥物意思？埃及伫当时即个古文明内底伊是一个足进步的一个国家，伊是非常重视即个教育。伊今仔日的社会来讲，伫埃及迄个社会绝对会补东补西学才艺上足侪科的。所以，即个圣经讲到摩西，伊讲啥？伊学着埃及一切的学问啦。所以，伊才有迄个才调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所以，埃及真好，我讲学这学迄拢足好的。毋过，咱爱即个注意一点，埃及无上帝的殿，埃及迄个所在无合伫上帝心意的敬拜。所以你讲啥？咱带咱的囡仔学这学迄的时阵，咱有想到无？伊的敬拜伫倒？咱有带伊去耶稣基督了，咱有带着伊去上帝的殿无？这是咱爱思考的。所以咱爱思考的是啥？咱是甲咱的囝儿送去，搁送转去埃及，还是咱对咱的即个埃及，甲咱的即个囝儿，搁来带出来，带因去走即个迦南。所以咱的囝儿拢必须爱带领出来来见耶稣，搁来见耶稣。有一个老爸，伊叫查理，伊有一个4岁囡仔。即个查理可能是伊是上即个小夜班，就是下暗4点到下暗差到12点吼。所以伊咧下班的时阵，伊的即个4岁的囡仔逐个拢已经困去啊。所以伊就逐工要上班进前，都3点外伊就开始甲即个囡仔甲伊讲即个圣经的故事，讲完了后，伊才去上班。有一天，伊就甲即个囡仔讲耶稣门徒来跟对耶稣的故事了后，伊的囝仔问伊讲：“爸爸，你有跟对耶稣无？”即个爸爸即个查理听到了点头笑一下。即个囡仔看到爸爸点头，伊就足欢喜的。伊讲：“我嘛要跟对你。”迄天，即个冬天。因即个门口埕出去，迄个积雪有3寸所以当因即个爸爸查理行出去的时阵就一步一步就留一个足深的一个脚印即囡仔对咧后壁看足欢喜的，伊就对后壁讲大声甲因老爸讲：“爸爸，你看我踏你的脚印我踏着你的脚印的面顶啦。”即句话，互因爸爸足感动的。伊看到伊的囡仔咧踏伊的脚印，一步一步来行伊啦。所以伊甲伊的即个4岁的囝甲揽落，伊甲讲咱同齐来跟对耶稣。咱咧思考的即个故事，咱咧思考的是啥？咱的囡仔若愿意踏咱的脚印。跟对咱的脚印，咱是毋是跟对咱的脚印会家带去即个应允的所在迦南地？还是咱甲咱的囡仔带去倒位？咱的烦恼，也是咱足欢喜的。但是咱每一个做父母的，咱拢爱思考，雅各怎样来带领伊的
伊的囝儿来见耶稣。伫第6节甲第7节，伊讲啥？雅各一切甲伊做阵的人到迦南地的路书，就是伯特利。伊伫遐起一座坛，就甲迄所在号名叫以列伯特利，因为伊闪避伊的兄的时，上帝伫遐对伊出现。所以雅各甲即个伊的全家带到即个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是啥？就是上帝的殿啦。雅各的囝儿跟对雅各去甲上帝的殿，朝见上帝的面，最后上帝来起一座坛，伫遐来敬拜伊。所以这是咱每一个做父母，咱应该爱做的。咱带咱的囝儿来见耶稣，来朝见耶稣的面，咱若毋通带领因搁入去爱伊，应该爱安那带领因。去甲参像雅各共款，去甲迦南地，去甲上帝应允的所在，老年甲密的一个所在。搁来，咱每一个人囡仔拢爱互主耶稣来蒙恩啦。耶稣时代有真侪人见过耶稣，毋过因的性命并无任何的一个改变。甚至有一寡人诚做抵挡即个耶稣的人，诚做耶稣的对敌，因为因的性命无互主耶稣来蒙着。伫今仔经文有讲伊就讲有人带细囝就问耶稣，要互耶稣蒙啦。所以，遮个人，遮个父母带囡仔来见耶稣，也未结束。因最后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爱耶稣蒙因遮的细囝，替因来祝福祈祷。当咱若要蒙一个人的时阵，咱知即个距离爱较近的才蒙会着，对无？所以父母爱记，甲咱的囡仔带去上活耶稣基督的所在，安尼耶稣基督伸手才祝福会着啦。所以上帝会透过父母带领囡仔来就近耶稣，使用每一个父母来成做耶稣来蒙恩，来祝福伊咱遮个囡仔的一个器具啦。检查咱的父母的一句话，检查咱的父母伫咱的囡仔的一生中会做一件代志，都来改变咱的囡仔的一生，互咱的囡仔得到祝福。我较少讲我的即个信仰的故事吼。我家己嘛是即个长老会第4代的即个囡仔吼，所以我对细汉共款，我伫主里学大汉，无感觉足自然的。毋过渐渐伫国中的时阵，我就开始感觉讲即个上帝他离我足远的。我知影有上帝，毋过那甲即个上帝哪来哪无重要。哪来离我哪来哪？我哪会失去即个上帝的同在？我甲即个信仰有当对我拔骹拔手，当下出去生活拢爱伫教会做礼拜。所以国校国中的时阵，我拢伫父母的身躯边吼。阮妈妈是是迄个你若一礼拜无去教会，转去你就免食饭，绝对甲你处罚迄款的。所以咧，毋过。高中毕业国中毕业，因为阮水里无高中，迄当阵无高中，所以我就必须去台中读高中，佫爱住伫遐。住来了后，哇，足好诶离开父母慢慢去教会去教会的次数就咱来少。到尾大学做兵工作渐渐想着才去教会啦若无用，绝对是无去诶啦足侪理由诶，无去教会足侪理由诶。毋过阮妈妈伊逐礼拜，我足佩服伊诶伊7、8年伊就安尼，逐礼拜敲电话来。你今日有去教会无？无我爱考试较无闲。我今仔日牧师讲迄个尼哥底母诶代志伊咧顶头生，我求上帝互你顶头生啦。伊啦。我后礼拜过无偌久，我若佫无去教会，伊就佫敲来。
即礼拜牧师讲迄个龙珠的代志，我求上帝吼，互你迄个龙，互你即个龙珠紧会转来。我讲妈妈，你也拜托你带做即款祈祷，龙珠是安那，连猪食的拢不如呢。我到要破产呢，哦，我讲你拢做个祈祷，啊交女朋友，伊讲啊是毋基督徒？我讲毋是呢，伊讲我祈祷啦吼，求上帝吼，会对你的旨意显明伫你的婚姻的内底。我讲啊，你来祈祷，我拢逐个女朋友拢离开我。所以伊一直咧替我祈祷，逐礼拜祈祷，叫我爱去教会。哦，所以一直祈祷，一直祈祷。有一遍，我妈妈受伤，吼，也是破病，我袂记哩吼。我就转去水里看，我妈妈，啊，逐拜六透早时啊，拢啊，就出门啦。啊，破病啊受伤，毋是应该就是好好休困嘛？哦，啊，到尾我知影讲啊，伊拜六拢有去即个礼拜堂扫礼拜堂的即个习惯。哦，啊，我就紧去礼拜堂看。哇，果然阮妈妈伫遐。我看到阮妈妈有一寡生气，我就讲啊，你都破病，你受伤啊，你谁人搁要来啦？哦，啊，伊讲不要紧啊，我破病，我受伤，我叫恁爸爸做就好啊。我坐伫遮来监督就好。我讲你无需要安尼啊，我讲你破病啊，敢拢无人哪做？哦，伊就讲你毋知，我对细汉我出世，上帝就足照顾我，上帝互我足济，我身体足烂的时阵，上帝就一直来甲我医治。所以我一路安尼起来，上帝互我足大的稳定啦。虽然咱厝毋是真好个，啊，毋过呢，上帝互我的一生安那有平安。伫伊的内底，我有希望。伊甲我讲一句话：上帝互我遐尼济物件，我一礼拜替伊做一寡代志，这拢是应该。啊，我妈妈讲即句话，互我足感动的，摸着我的心，摸着我的心，我想起上帝互我一生嘛是诚济。哦，所以当我的心互妈妈即句话来摸着的时候，上帝来摸着的时候。我到尾真做即个牧师，这是讲啥？妈妈伊安那照着祈祷，照着安那带伊的囡仔来见耶稣，互囡仔的即个性命，互上帝来蒙着。当然，这毋免惊啦吼，毋是所有互上帝蒙着的人拢会去做牧师啦吼。这个啥？我要讲啥？一直到即阵，我妈妈就是7、8年来已经失智，啊，而且来嘛。所以伊已经无法度搁逐礼拜敲电话互我。有当时啊，阮必须来敲电话转去，吼，来甲伊请安。所以阮查囝就来讲，阿嬷你知影我啥物人无？我啥物名无？我是啥物人的查囝无？你要记得啊，吼，阿嬷你要记得啊，吼，伊定定安尼甲提醒。啊，有当时我嘛会甲提醒讲，啊，你知影恁囝即咧做啥？唔知你咧做啥？啊，你伫倒位？他也不知道。哦，我讲啊，我即阵伫台北啦，啊咧做牧师啦。哦，伊讲惊着讲，啊你啥物时阵去读新学院的？哦，啊做牧师真好呢，感谢主呢。我甲上帝祈祷的吼，上帝拢有听呢。所以，我知影，伊甲我讲，啊做牧师都爱认真，上帝互咱遐尼济。我奉献一个囝嘛无啥，你加做一寡嘛无啥。哦，这是阮妈妈，虽讲伊已经失智啊，虽讲伊即顿有食无食已经袂记哩啊，安怎转去厝里，伊已经毋知影，甚至连因孙是啥物人，拢已经袂记啦。毋过上帝伫伊即个那就啥物拢已经袂记的时阵，伊悠远会记你啥？伊悠远会记上帝恩典，伊悠远会记你讲，伊向上帝祈祷的。甲伊的囡仔带来见耶稣，互上帝蒙囡仔的即个会来蒙囡仔的心，互囡仔真做一生的祝福。伊一直是安尼做，所以当伊失智的时阵，伊无袂记哩上帝伫伊心上有应验啦，应验伊所祈祷的。所以咱必须，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咱做父母的是毋是会真做上帝
要来望咱的囡仔，要来祝福咱囡仔的即个器具，甲迄条路咧，互咱的囝儿会用真做真正跟对耶稣，互因的一生来行迄个迦南地。带囡仔来见耶稣，有当时咱感觉伤慢啊啦，囡仔已经大汉啊啦，伫遮咱毋通放弃。我伫遮，我的故事就是安尼，我妈妈7、8年来都一直咧祈祷到做兵哪咧做工作啊，伊嘛是永远咧祈祷。所以伫圣经内底，上帝是大有权能的，伊是互任何无可能变成有可能的。所以伫第16节伊安讲，就抱因，耶稣就抱遮个囡仔，甲因换手祝福因。所以咱看到有当时咱带囡仔来见耶稣的时候，毋是遐尼顺利呢。伫13节的即个后壁阮都责备因呢。阮都无爱互遮囡仔来就近耶稣，所以有真侪人无爱互即个咱的囡仔就近耶稣基督。毋过这都是困难，毋过做一个爸母，咱爱知影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啥？就是即个伫13节所讲到的，就是用阮细囝就近我，莫禁止因，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心意愿意所有的囡仔拢来就近伊，互所有的囡仔拢来祝福。另一方面，咱也知做爸母的虽讲有即个困难，毋过咱来克服遮个困难，克服遮个障碍，咱来不断有一个心。7年8年，我就是要祈祷，用祈祷带我囡仔去见耶稣。这是每一个做爸母的，咱的即个咱的即个爱有即个意志啦，吼。所以因坚持做爸母爱坚持，咱的囡仔爱互主耶稣来蒙着，因才会得到即款的祝福。亲兄弟姊妹，咱伫遮今仔日咱来思想，咱的信仰的传承要安怎来交互咱的下一代。今仔日经文甲咱讲，带咱的囡仔来见耶稣，互耶稣来望咱的囡仔，来改变因，互上帝照着咱来带咱的囡仔进入上帝所为因所备办迄个丰盛、迄个应允的祝福内底。我讲这是咱每一个做爸母，上帝互咱责无旁贷。非常公平的一个使命，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伫今仔日，你搁再用这段的经文来提醒阮每一个做爸母的，互阮照着祈祷，也是阮用这个家己来做模范，来带领阮的囡仔来就近耶稣。来，互耶稣来蒙因的生命，互因的生命用得到完全的改变，互遮囡仔一生拢行伫你的祝福的内底。敢是检采阮有当时阮做爸母来迷失，自阮带领囡仔的方向，自阮来恳求你，搁再清楚来提醒阮，阮要将阮的囡仔带往迦南地，毋是。搁甲因送转去埃及地，主，阮恳求你，互阮每一个做爸母的有智慧，阮知做来带领阮的囡仔，来教育阮的囡仔是一个真大的责任。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阮知阮用来做真荣耀的代志。伫阮的囡仔的身上，阮要看到诚侪家庭的祝福。诚做爸母的供应，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大家起立，咱正来吟圣诗132首。因为你在你心里。
好，煞接是赞美，咱上台先请主持幼稚园的小朋友来表演，来表演题目是好妈妈好爸爸。多谢幼稚园的小朋友，即摆是迄个国小的小朋友，做一个国小的，因要表演的题目是阿爸唱互你听。我
平安，我是赖宽仁，我喜欢爸爸跟我巴拉布布巴拉布。大家平安，我是九高烈，我喜欢我爸爸叫文自然。大家平安，我是赖丰毅，我喜欢爸爸买游戏给我玩。大家平安，我是张瑞文，我喜欢爸爸回来。大家平安，我是胡文硕，我喜欢爸爸陪我打篮球。大家平安，我是陈立恩，我喜欢爸爸的知识骂人。大家平安，我是陈燕瑞，我喜欢爸爸帮我出字。多谢主持的小朋友做精彩的表演。好，接下来咱们来奉献。大家来报告。然后呢项就是今仔日庆祝父亲节，啊，教会有准备礼物，要互大家爸爸甲妈妈，因为迄个母亲节的时阵，拄好是迄个疫情嘛，啊，大家拢无来安尼，吼，啊，所以咱即马就要来送互爸爸妈妈个特别的礼物，啊，我请迄个是爸爸甲妈妈的，请大家先起立，啊，咱迄个少年团体。要来负责送礼物，而且爸爸跟妈妈是爸爸跟妈妈的，请徛起来，好无？请大家徛起来一下。好，啊，摕到礼物会当坐落来啊，好无？吼，摕到会当坐落来。
头接来送礼品的是少年团契。好，敢有人搁还袂摕到的？好，祝大家爸爸妈妈父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好，继续接咧报告吼。第一项就是今仔日是大家为着本会迄个奖学金来奉献。第三点，后礼拜主日礼拜了后要有迄个长职座谈会，请中职参加。第四点，因为年终要查校，8月16以前，请各团契将校部交入办公室。好，第二点，即摆嘛是迄个肺炎哦，然后阁有足侪个迄个确诊，好，再请大家嘛是会记得戴口罩。然后第六点，亲戚8月14甲16要举行生活营，要即届咱要去台中，也会带伫迄个大道教会，嘛请迄个有咱是迄个学青啊，就是大学研究所的学生会当做伙参来参加。第七点，北总商业部8月17号早时要伫马街病院举行父亲节感恩礼拜，会当请迄个陈丽丽、刘美杰前来报名。第八点，本会灵修祈祷暑假的进度，主题是迄个黑暗时代救阮的手，大家会当看迄个照这进度来灵修祈祷，是迄个加入迄个教会大家团契的赖群组。牧师拢会迄个有迄个进度，然后逐工会当看讲圣经要安怎。那今仔日有一个迄个新来的朋友是迄个刘琼玉，还是刘琼玉，好再起立。伊是迄个大南教会的，好欢迎你来。牧师敢有要补充的？好，请大家起立，咱来吟圣诗398首。Thank you.
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直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坐，明道。